这诈骗集团是愈来愈好打，即马有这诈骗集团叫做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佮偷用因的 logo， 招聘将走去这假网站遵照指示写个人资料、信用卡等等呢，想袂到过长工就去互偷入9万外箍。而且最近台南有机关收到讲，这检察官当咧查这诈领助理费的信息，要求讲要加这机关的赖或者是讲电话，目前已经有人去报警察咯。想到要去美国旅游，真侪人拢会去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网站申办美国 ESTA 电子许可。不过有民众伫网络敲找到 AIT 的网站，写个人资料、信用卡的卡号和有效期限认证码，但上尾煞显示申请失败，过两天信用卡佫出现97000外口的不明消费。看那个网址看起来比较正常，这样就是除了注意你的 email 前面的这个人名之外，也要去注意他平常那个电子邮件的这个结尾有没有做一些变化，跟他平常的不同。原来是有诈骗集团假做 AIT 的网站骗民众的国资 ，AIT 的官网就捌提醒讲，要严防 ESTA 的诈骗，跟着申请费拢是21块美金，没有别种介绍。警方讲，有的代办网站并无得到 AIT 的许可，但所甲网站做甲和 AIT 有够成，趁机会对中来收代办费用。民间所谓的代办公司，他收的费用，他就要收服务的手续中介费，可能是2倍，可能是10倍。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它后面一定是.org.tw 这个部分才是它的官方机构。诈骗唔那是骗民众，台南有真侪民代嘛互锁定，因小连续收到检察官在查你诈领助理费的信息，要求加赖也是电话，佮惊讲会当来到处理。有人举报我们的诈领助理费这件事情然后当然我们是不怕啦因为坦荡荡的就不怕查嘛，就发现说还有 QR code 的这个 QR code 嘛，第一个想法就是诈骗的。它上面还有留他是某某记者，还有下面的电话。那其实我们有打通这一通电话去，他确实是有记者这一个人。可是这个记者说，他其实很困扰，他是被盗用的。宜兰今年通报防诈骗的金额是超过16亿，先讲甲动落来的有1.9亿。宜兰县政府邀请艺人李小花做反诈大赛，分享家己相片防偷用，害袂将互骗走3万块的事件，提醒民众爱细致。记者综合报道。